來繼續來看行政院提出的2100億的無人機特別條例，26號在立法院讓納白來封殺。根據了解，國民黨要提出着家己的版本，講迄個規模甚至比行政院的版本要較濟。民進黨的立委是表示歡迎。議場內，民進黨立委何欣順手也擺呀，六屆今日甲主持議事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話話，賣阻擋無人機，因為納白黨團26個議會阻擋正義版本無人載具特別條例復位審查，當時嘛建議動辦。2004的可能性也蠻高的，我還是要尊重以黨團公布為主，有可能特別條例。有可能產創條例。中山黨團也要有共識，不過國民黨的智庫暫時號名做國防自主無人載具科技發展甲採購條例，甲正義採特別條例無共的是，用公務年度預算編列，無需要另外個立法。那規模嘛比正義的2100億閣較懸，上懸可能是2300億。按算拜二的定數委員會排定議程，拜五排入議會，甲正義的版本做回復位審查。那民眾黨的版本也閣佇咧討論。對於國民黨雖然立場反覆，但是我們也基於整個國家的安全，整個經濟上的一個發展，我們樂於看到不同的版本在立法院來提出。不過面對納白議會阻擋國防條例，傳出民進黨立委郭玉清甲立院院長韓國瑜訪美期間，攏在甲美方鬥，指控在野黨惡意阻擋軍購，出賣美國的利益。透過了國會的直播。美方其實早就已經非常清楚，到底台灣的立法院發生什麼事，還需要我去告洋狀嗎？畢竟我們都是一個 team 出去的，不要在外國人的面前吵架了，這很難看。今麥國黨團無人機的版本陸續登場，無人機的大戰嘛為議場內一路戰到國外。